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 客家我是民族》。今日呢，民族来做两个料理啊，很多饭瓜饭，就是南瓜饭。这两个饭瓜饭，我是来到阿妹的秘辛哦。今天我们要先把它爆香，等下蒸煮出来的南瓜饭呢才比较香。好，我先放一点点蒜头跟虾米，不能够缺少的就是香菇，一起下去爆香。好，香气已经出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放我的准备一点点的瘦肉。当然喽，今天要做这个南瓜饭，一定要学会这个南瓜饭的客家话，就是叫做饭瓜饭。饭瓜饭，所以当然喽，这个南瓜就会有很多饭瓜，记得要刮皮了，才能把它开饮用。好，米的部分呢，我们会放下去，让它一起炒香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先入电锅，先把它准备到内锅里面。好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要放到电锅里面让它去蒸煮喽。那煮的方式呢，其实就跟大家一般煮饭的时候一样，不过电锅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新的词，就是叫做天崩诶。天崩诶，然后呢就不用到天崩诶底度去为煮熟的哦。那顺便呢教大家讲这句话，就是说可以用电锅煮南瓜饭，就是叫做做得用天崩诶煮饭瓜饭，做得用天崩诶煮饭瓜饭哦。待会我们就稍等一下下就可以来品尝了。好，我们南瓜饭呢已经做好了，请我们试吃员来帮我们品尝看看喽。好吃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而且还蛮甜的。真的哦？那你是客家人吗？不是哦。真的太棒了！那我要教你讲客家话。好。南瓜饭的客家话呢，就叫做饭瓜饭。饭瓜饭。对，讲得很好哎。那你猜看南瓜的客家话怎么说？是反瓜吗？对，答对了，很厉害。所以饭就是饭，反瓜就是南瓜嘛，所以合起来就变反瓜饭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做的这道菜你们喜欢吃吗？就是南瓜饭喽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南瓜饭，饭瓜饭，饭瓜饭。第二个呢就是电锅，天煲给，天煲给。第三个来学来整句话哦，来看就是可以用电锅煮南瓜饭，就得用天煲给煮饭瓜饭。做的用天煲的煮饭瓜饭，非常好吃，而且又很好做，又很健康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